继续来看桃园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无愿意配合着警察临检，是吹油门来冲撞着警车。警察是驶2台警车前后甲包围甲夹离的中，所来是弄破门甲伊逮捕。讲警察咧抓人，用车雷动车是有技巧的哦，会先甲嫌犯逼到死路，互伊自弄。 或者是利用车头、车尾来冲撞，避免着这个警察家己来受伤。嫌犯驶轿车弄到一台警察车，车头出去，佫想要走，尾后第2台警察车给撞，互车辆直接翻停伫咧路边，车头弄甲密密麻麻，佫吹油门，嫌犯拍开车门想要走，却叫警察车急调过，袂顶袂通。 警察冲落车，摕家私破坏车窗玻璃，要甲人抓出来。要去找一个。有没有其他人？有没有其他人？没有啦。大动作改掉，因为车内驾驶是一个被毒的通缉犯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5点外，姓柯的查甫人因为毒品案防通缉，警察看到异影，随界跟踪。遭员警以警车包夹，并强力破窗，将其拉下车，押至逮捕。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 回到现场，车的零件散散落落，落伫咧涂骹。警察含嫌犯伫咧桃园中立区上江北路小土，第1台警察车先使用前甲嫌犯逼到路边，第2台警察车用车身改弄，就是要互嫌犯走无路。警察为了抓人，定定用车动车，嘛是有危险。若是无细力，可能受重伤。通常最好的状况是将他逼到死路，自撞停下来是最完美的。 那这时候就要考量用车头或车尾冲撞的方式来增加缓冲，避免驾驶及乘客受伤。为了成功抓犯人，不管用什么步数，都是不会让嫌犯继续为非三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